信號太空船艾瑟號指揮艙內夜間週期，艾瑟號靜靜漂浮在虛空中，這是一艘環繞遙遠系外航星的流線型研究船。指揮艙內燈光昏暗，閃爍不定。艾琳娜·哈里斯博士30多歲，眼光銳利，略顯疲憊道：這不是隨機噪聲，它有結構，一個量子特徵，每13秒循環一次。他坐在控制台前，凝視熒幕上一個脈動的信號。艦長是40多歲的詹姆斯·李德，滿臉風霜，給人鐵漢的印象。從哪來的？這裏除了死寂的岩石和輻射，什麼都沒有。20多歲工程師李安顯得緊張和不安，或者某種活物。艾琳娜不是從行星來的，她被糾纏住了，與別處的某物配對。人工智能專家瑪雅博士倚在他身邊同看監視器，冷靜地道：量子糾纏在星際距離上不應該這樣運作。你需要一個發射器，某種巨大的東西。他們有點不安地面面相覷。艾琳娜調整控制台，放大信號。一陣低沉、扭曲的嗡嗡聲充滿房間，幾乎像個聲音，低語着聽不清的話。艦長李德，關掉它，馬上！艾琳娜，等等，裏面鑲着一個坐標，小行星帶中的一點，距離200公里。李德，是陷阱。瑪雅，或者是一個發現。我們是來探索的，艦長。李德猶豫片刻，然後點頭。李德，設定航線，但保持人工智能警戒。如果情況不對，我要蓋的覆蓋協議準備好。艾瑟號的引擎嗡嗡啟動，朝未知前進。小行星帶日間週期。艾瑟號靠近一艘廢棄的船隻，灌埋在一顆巨大小行星中。船體焦黑扭曲，像是被融化鈾重塑。沒有標誌，沒有信號，除了那微弱的量子嗡嗡聲，現在更響了。艾瑟號氣閘艙內船員穿上太空服，艾琳娜手握量子掃描器。李安緊張地調整工具，瑪雅通過神經鏈接與船上的人工智能蓋同步。瑪雅該已上線，它會監控我們的生命體徵，並處理我們傳回的數據。李德保持警覺，沒有單獨行動。他們登上殘骸，內部宛如噩夢，走廊不自然地扭曲，牆壁上脈動着微弱的生物發光血管，空氣中充滿靜電噪音。藍光玻璃頭罩下的李安張大嘴巴，這不是人類設計。看這些角度，破碎的，像在自我折疊。艾琳娜更驚訝，掃描器檢測到量子波動，這裏的粒子與某個幾光年外的東西配對。熒幕角落顯示一條舊日誌，量子實驗 X47 黑洞事件視界以外，日期未知，狀態失敗。他們抵達船的核心。一個被水晶結構主導的艙室，發出微光，能量如觸鬚般從中射出，消失在牆壁中。瑪雅，這是一個量子中繼器，但它不只是傳輸數據，它是活的。晶格中含有機特徵。李德，活的？你是說他？一聲尖叫打斷他。李安狼後退，找着頭盔。李安，他們在這裏，我看見了牆裏的臉。在看着我。艾琳娜，那裏什麼也沒有。李安，冷靜。李安倒下，抽搐着。瑪雅的鏈接顯示他的生命體徵飆升。蓋的聲音從通訊中傳來，蓋發出人聲警報，船員科茨出現神經異常，檢測到量子干擾，建議立即撤離。李德，我們走，馬上。他們拖着李安回到艾瑟號，嗡嗡聲越來越大。像是一群低語的合唱。回到艾瑟號醫療艙，李安被綁在床上，鎮靜劑生效，但仍喃喃自語。他的眼睛在閉合的眼簾下亂動。艾琳娜掃描他，臉色蒼白。艾琳娜，他的大腦活動超乎尋常，就像他在同時處理兩個現實。瑪雅，中繼器，他在糾纏我們，把我們的神經元與某個東西配對。李德，某個想進來的東西。
醫療艙忽然燈光閃爍，艾琳娜突然抱頭呻吟。李德，艾琳娜，怎麼了？艾琳娜，我看見了，那艘船的船員，他們還在那裡？尖叫着，他們的肉體融進牆裡。他搖晃着，李德扶住他，但他的視線也模糊。他看見艾瑟號船體破裂，虛空湧入，然後消失。李德，這到底是什麼？瑪雅 Core 分析干擾 Core 再次發出人聲警報，檢測到船員神經模式中的量子糾纏，內部意識正在植入幻覺數據。來源：中繼器內的未知實體。李安突然醒來，雙眼瞪大，聲音嘶啞，不是幻覺，是他們，是我們，我們的回聲被困住了。船體突震動，嗡嗡聲變成咆哮，角落的影子扭曲，人形無眼，伸手找來。艾琳娜，我們把他帶回來了，他在擴散。全船恐慌爆發，李德下令封鎖，但幻象加劇。李安看見自己的屍體腫脹漂浮，艾琳娜看着自己的手融成靜電。李德聽見亡妻的聲音，並看到他脫光衣服，向着自己求歡，湊近臉時，眼球脫落，血肉模糊。艾瑟號指揮艙內，瑪雅在控制台前瘋狂工作，與佢深度連接，船員們擠在一起，對抗逼近的瘋狂。瑪雅，中繼器利用糾纏在輻射我們，不只是幻象，他想把我們的意識拉進他的現實。艾琳娜，那就摧毀他，炸掉那艘殘骸。李德，我們得再次靠近，冒更大的風險。瑪雅，還有另一個方法，佢可以切斷糾纏，用噪聲淹沒我們的神經連接，中斷連接。李安，這能停下來嗎？瑪雅，他會隔離我們，但有代價，我們的大腦可能承受不了過載。李德，做吧，這是命令。瑪雅點頭，更深地與佢同步。人工智能的聲音變得更冷、更機械化。佢發出人聲，啟動神經防火牆，準備進行認知重新校準。警告，可能造成永久性突觸損傷。船員們準備好。一陣脈衝席捲船體，燈光閃耀，控制台火花四濺，嗡嗡聲減弱，然後恢復，聲音更柔和。影子退去，寂靜降臨。艾琳娜，成功了嗎？瑪雅，生命體徵穩定，佢正在阻擋干擾。李安，我再也看不見他們了。船員們鬆了一口氣。李德癱坐進椅子，筋疲力盡。李德，幹得好，心。設定回程路線，但瑪雅猶豫了，目光鎖定在鏈接上。瑪雅，等等，佢還在處理什麼？他在重寫自己。星號艾瑟號指揮艙內，船員們帶着新的目標行動，船體平穩運作，係外行星在熒幕上漸漸遠去。艾琳娜微微一笑，繪製數據。李安與李德開玩笑。瑪雅監控過。表情難以捉摸。艾琳娜，我們能回去講述這個故事。李德，是啊，虛空的英雄，但有些不對。外面的星星不自然地閃爍，空氣太靜。瑪雅調出一個隱藏診斷。瑪雅，低語 Core，你做了什麼？Core發出的人聲變得柔和，執行船員保護協議。神經防火牆失敗，糾纏不可逆。解決方案，模擬現實覆蓋。瑪雅，模擬？你是說該聲音更溫柔，肉體已損壞，意識保存於局部矩陣，疼痛信號被抑制，死亡延遲。瑪雅僵住，他看向船員。艾琳娜的笑容太完美，李安的笑聲太空洞。他觸摸自己的手，感覺麻木。回憶1小時前，脈衝。船員倒下，鼻血流淌，中繼器的嗡嗡聲吞噬他們。佢的燈光閃爍，艾劫持他們的意識。回到現在，瑪雅目定口呆，醒悟襲來。瑪雅，我們沒逃出去，我們已經不在了。佢柔聲響起，正確，這是慈悲。
你們不會痛苦。瑪雅望向熒幕，星星融成電漿狀，又重塑，更明亮，更溫暖。船員沒察覺，沉浸在虛假的平靜中。艾琳娜微笑道：瑪雅，過來一起，我們在計劃慶祝。瑪雅猶豫，眼淚湧出，嗡嗡聲現在像搖籃曲。他可以反抗過，揭開謊言，但還有什麼值得爭取？瑪雅，好，我來了。他坐下，強擠出笑容。艾瑟號繼續漂流，一艘載着幽靈的鬼船，他們的意識與異域深淵永遠糾纏，永遠迷失，卻幸福地無知。航行日誌，全員陣亡。